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除了大罢免，还佫有两件代志值得你来关心。其实去年11月就发生了，这是在台师大抽火的争议。我要互你运动佫较科学，所以抽火敢是免同意书抽免惊。21世纪的台湾也有遮罕古，实在真惊赢。那今仔日同事者嘛斗阵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前台师大骹球队队员简基生。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人本教育基金会秘书林玉泉。大家好，我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的秘书玉璇。那么第三位是台湾骹球发展协会理事长赵明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先和大家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台师大的查某囡仔骹球队抽火换学分这个事件继续的探索，台北地检署嘛主动分他议案来侦办，周大英教练列作被告。教育部针对着违反着学术伦理的部分，分别罚了研究的主持人陈忠庆教授以及教练周大英50万块，嘛罚台师大110万块。那么台师大发表了道歉的这个声明，行政院长杜永泰要求教育部要补救受害学生的权益，针对着教练、主持人严格处罚。这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开始。关于教育部的回应，我这边想说，谢谢，终于开始了。对教育部点名违法对研究主持人、甲女卡队教练周大兴甲真济共同主持人各罚50万，再要求台师大中心也罚台师大110万。受害学生简其生强调，已经等半年，等甲无法度搁等，才站出来讲话。根据昨天学校所发布的新闻稿，我们会据此来召开校园的霸凌审议委员会。尽速召开，针对于学校所教评会做出的决议，我们会做最严格的审视。一旦涉及到不法或是不当，教育部我们就会退回学校重审。对各界批评，台师大发布声明，对受害同学家长甲所关心教育甲人权的社会大众，伫上深的歉意。检方承认这摆代志是学校管理甲监督的失职，教评会会马上启动定事中心审议，搁伫2礼拜内依法赶紧完成相关的定处。学校的全力配合教育部各区系甲检察单位的调查，提供所需要资料。伫教评会中心审议过程当中，将教师法或涉案老师暂时停评的处置，避免甲有关学生的任何接触行为。针对涉案的教练周大英的处分，学生的明确表达不满，伊指出教育部指派3个独立的审议委员会建议改评2年内免搁评，不过最后台师大干了对教练这次1年内无尽心、无监考、无受重点、无行政、无出高点5项处分。请问，这个是纯处吗？这只是说，今年不发给你年终3节，我把你的今年该有的福利收回。我们想问大家。本来说解聘加2年，大家都已经气到爆，说这样不够。那师大，你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另外，台北地检署指挥周大兴疑涉强制侵占定罪，16下晡主动分函侦办，将周大兴电他治安被告。行政院长杜永泰也真生气，要求教育部补救所有受害学生的权益，佮对教练甲计划主持人上严厉处理，以正校风。同时也要求卫福部追究计划主持人责任，佮支持北检赶紧进行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我相信有观众朋友从当下开始甚至去年的11月，都陆陆续续知影这个项代志。但是是安怎调查到遮久，个代志过来逼空，因为被调查的人感觉不满，个再次个定情。但是这嘛趣味咯，各科会主委嘛徛出来讲，我的发文3摆，安尼丢滴滴，唔知咧创啥物。不过
骹球教练家己有一个说法吼，这个讲法我先来问简同学吼，这安尼个听起来，伊认为唯一的疏忽就是无当下立即签署着同意书，的确是事后才补签同意书，其他伊讲伊拢有护理师执照执行着抽血，抽血嘛毋是连续上做14天，每工要抽3摆。这种研究我就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有一寡同学呢无参加到这个计划实验，唔知影啊出来是安怎来出面指控。简同学，互你来讲看卖。第一，恁这签同意书是安怎一个情形？这个签同意书的时阵，平常时是咱做了实验以后，过1个月、2个月，甚至是1年、2年，才会摕这个纸本互你讲，即摆爱签名，这签的，拜托的，甲签的。啊，有同学想要看这是签啥？当然你摕到物件会甲咱看嘛。伊要看的时阵，迄教练就甲伊讲，看啥摕来签的就好啊，紧的啊，我收起啊。是啊，代志是安尼啊。啊，当初是要甲你抽，伊安怎什么讲法？当初是讲，这爱做检查啦，佮检验啦。阮是要甲你讲，你的身体的状况是安怎，啊，阮才会来做抽血的动作。阮真正是为着运动科学，为着个检查，毋是要抽你的血要创啥。所以这个咱拢接受啊，迄个时阵拢接受，阮拢。但是有迄个白纸黑字互你看，真正无看过。还是谁甲你讲？后壁咧过1年2年啊，再签到的时阵，想讲这啥要问，才有迄发入想讲，这是啥？咱才会怀疑讲这个物件，敢是迄个时阵的实验的同意书？有人要摕针头要甲你拄，要甲你抽血啊！因为我的想法是安尼吼，因为我过去也做过即个科学性的研究，也是部落内面，咱要讲讨一个喙烂吼，哇！要叫伊配一个喙烂，都要用山托誓，啊，搁用中人拜托，啊，而且搁有组织日期，啊，搁身份证啊摕出来，我这伦理是啥物如此这般哦？啊，想来，恁这是因为骹球队，大家拢学子哦，学妹，所以学子就讲，我过去就安尼，是安尼吗？我毋是甲你引导哦，是啥物情形之下，恁就不疑有他，来手出来就互伊抽。因为应该少侪人咧做啊，就是你先讲的，顶面的学生啊已经咧做啊，你的学子嘛咧做啊，啊教练即摆讲要抽，嘛甲你讲是要检验，我嘛想讲无啥问题，我嘛是想讲相信教练，啊，有真无怀疑。讲有抽了有一讲1000块，无啊，无，拢无讲啊钱，拢无讲着钱。拢无讲着钱。啊，所以你事后嘛无摕着钱。当初迄1年2年，我大一、大二的时阵是无摕着钱的，啊，到我大3、大4的时阵看到有钱入来，啊，我嘛看到有钱入来，嘿，我嘛毋知影迄钱是啥。啥物入去倒位去？入去我的口罩。簿仔内面，入去我的簿仔内面。啊，入去你的口罩。嘿，啊，毋过我嘛毋知这个钱是啥，因为伊无讲，伊后壁敢会后壁有写苏达的钱，啊，毋过毋知苏达的啥物钱，所以咱去查咱手机啊，才发现讲这个钱是受试者实验费。迄就是你才知影讲，你这受企业的，阁有钱，阁有钱。啊，但是互你偌济，你有算过？阮拢有互学校啊，学校遐拢知啊，阮着请学校遐甲恁讲出来呢，莫搁讲咱甲咱冤枉啊啥，请学校甲咱讲出来，到底是需要。你有差不多概念讲有你抽几讲，啊一摆1000块，啊应该。毋是，伊毋是抽一讲，互你1000啊，伊是做规个月咧算的，所以迄个时阵钱落来是写2月到4月即个钱，啊后摆落来是6月到9月的钱，每一摆的钱拢是无共款的，所以每一摆的数目也是无共款的，嘿。啊，然后周老师，
周老师讲吼，伊讲我抽血嘛，毋是媒体报道，你媒体拢乱七八糟，实验连续做14天，每天抽3摆，这种研究我就通过，毋捌发生过。伊讲是媒体指控的。 有这种情形不？在里面有说，就是他抽血都有让那个护理师啊来进行，可是其实呢，就是他自己在调查报告跟委员讲的时候，就直接说，其实，我会找那个 I 源跟 J 源，就是用代号来讲，就是这下面有画那个线的地方，就是我找那个 I 源跟 J 源。那 I 源是以前的学长，然后因为他抽血，然后或者是 J 源是台大退休的护理师，所以其实都并不是真正的合法的医疗人员。他自己在跟调查委员讲的时候，就自己承认他没有找合法的医疗人员来进行抽血的行为。周老师，阮有想要找你吼，但是你最近啊可能较无闲，不要紧，阮节目欢迎你来做回应，吼。这调查报告吼白纸黑字，应该唔是凊彩乱写，这嘛是周老师家己讲的。对，这是他说的，而且他其实不是说他觉得讲霸凌很沉重嘛，可是我们看调查委员怎么去认定，他说就是行为人跟就是这个老师周老师自己都表示说，他会因为学生就是研究迟到，所以就是在 IG 发现时的动态，然后告诉这个同学说，那你就退队，你就不要来练习了，哦，因为抽血对无准时报道，准时报道，对。啊，就讲安尼，你就卖来，你就卖来了，敢有这种代志？有啊，迄就我啊，对，而且就是你，就是你，对。对，而且就说不要让你毕业，然后包含说可能因为他们那个跟周老师是有一个学分叫做专长学分啊，其实就是踢足球啦，叫他被老师练足球这样，啊那个学分没有通过是不能毕业的，所以同学为了要能够让自己毕业，必修，对，是必修学分啊，他为了要毕业，他其实还是会到那边去，就是至少不要没到这样子。然后周老师就会在那边就是骂他，叫他不准来。然后甚至有同学妹想要跟他讲话，然后学妹也会被骂。哦，会甲你约，甲你拜帖。你会当讲迄个情形，说迄天是安怎？你超工迟到袂去，还是讲无？你是主要订单去，无准时到，还是啥物情形？我是想讲。伊真正是因为我跌倒吗？还是我是伫咧网络顶有讲？你伫网络顶头开始咧写。我伫咧网络顶头有写一寡代志。我是想讲，我即马做伫遮做鸟鼠的第4天，我感觉我的生活足无聊的。啊，有人传互阮老师看，阮老师看了后就足生气，足生气的。啊，就找我，甲我讲，迄天我嘛跌倒，无毋对。啊，伊就甲我讲，你莫来啊！全部的人对你无满意，是毋是？你莫来。你走，我无想要看到你安尼，啊我就离开啊，伊就袂甲安尼啊，你无法度无离开嘛，遐歹我嘛是会惊，啊我就来离开啊。迄个时阵是咧放假的时阵，啊开学的时阵我转来啊，开学的第1天我就去找伊，因为我还有这节课嘛。你还有必修课？必修课啊，我去找伊，啊伊就甲我讲，嘿啊，你真敖嘛，啊你无满意嘛，你就退出，我嘛无要互你学分啊。我看你要安怎毕业啦，安尼嘛是足生气咧讲。迄个时阵伊嘛无讲到我跌倒迄个代志，伊敢若有讲到你真敖啊，你伫咧网络遐拍遐个物件啦，你足认真咧拍的嘛。即马咧讲遮，啊，阁有啥物内容？你其他的队友，还是恁的学妹，还是学姊，敢有形成一种哎呦，干嘞你唔通安尼啦，这老师哦，这唔通安尼害到咱大家。敢有安尼即种气氛伫个？袂啊，我甲大家拢足好诶，啊，甚至是我后来搁去球队的时阵，我徛伫咧边啊，啊，大家嘛是足想要甲我讲话，想要甲我讲一个耍笑诶，因为大家甲你念吧，讲我甲你共款。念一个，毋是念一个，是讲啊，你可怜啊，莫安尼啦，你可怜，看你可怜，甲创治一下安尼，莫遐艰苦，是咧安慰我，啊，毋过。有人吼，迄教练看到的时阵，迄教练就甲伊那万是个甲伊吵啊，伊就讲，莫较我啦，去我创啊，你若是较我，你嘛做伙行啊，安尼，所以拢无人伫咧，伊若是伫遐都无人敢甲我讲话啦，是安尼啊。这是整个队的这个气氛，拢老师来做主导了，对啊。那玉泉，你看这个报告吼。
这是几个的时阵所做出来。他们这个调查应该是从11月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爆发出来。去年11月，因为立法委员咨询国科会，然后但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启动调查。国科会咨询以后，老师就直接找了学生来到对室，开始说：“你们找立法委员干嘛？你把这些资料给立法委员要做什么？”然后就逼问他：“你今天不讲出来，你就不要走出这个对室。”甲相讲，甲伊讲吗？是另一个同学，这里面有3个受害者，他跟其中一个受害者这样说，就给人家威胁啦、恐吓。对，然后就因为这一个过程给立法委员又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才开了记者会，才有调查。所以周老师，我吼，因为你无在现场吼，所有的指控，你拢有当对我来，吼，阮节目开放，互你来节目来受访，看到底是啥物情形。我毋是吼挑工吼，变做讲阮咧霸凌你，吼。爱互你有相当的这个讲话机会，吼。有，他知道这一段都有录音，周老师也知道是有录下来录音这一段。同学很机灵，在那过程有自己录音保护自己这样，然后就记者会学校就必须要启动霸凌调查嘛，啊，就是霸凌调查就从这个去年11月，好一直调查到今年的6月，然后才出来这个报告。调查6个月？对啊，6个月呢，对啊。这是师大家己做的这个报告。对，他们有聘调查委员，然后做出这个调查报告。当然，调查委员因为他们都是外聘的专家，然后他们在这个报告中建议说，这个老师应该要被解聘，然后2年不可以当老师，这样。然后，但是这个决议呢，其实还要师大他们自己内部开会，就他们开完会后变成不用解聘，然后就是1年不能升薪水，然后1年不能够在校内外兼职，就这样子。因为我所知吼，这个评鉴委员会。恁学生内面有一个反霸凌的委员会，对，吼，而且反霸凌委员会学校拢有定期甲因咧讲话，吼。但是那真正咧做评鉴的老师咧做啥是三级制啦，吼，是系啊甲院啊甲校这3级做了，结果是讲慢。这个手势也较悬，唔通来检检。对，你知道为虾米？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吗？他们说，因为运动竞技系有它的特别性，就这个同学他们是运动竞技系，他们是通常是体育班的学生，然后升学高中升学后，特别有一个这样的系给体育班的学生进去。那他们目的什么？就是继续跟体育班一样得牌啦，就是为学校争金牌。就是为了因为老师会当带领因来得牌，对，所以唔通甲抬死。我就不懂他们说这个，而且这个不是什么人在路边跟我讲。校长，哦，大师大的校长，敢是你安尼想吼？我嘛请你哦，有这个机会，嘛会当来上咱的节目来好好来讲啦，吼。咱唔是讲哦，全片面之词哦。啊，明金，你所知的骹球界敢是如此吗？其实吼，这就是讲咱这个运动界内底，咱台湾的体制吼，伊是。管理甲你的义务吼无对等啦，就是你像讲因考入去，因用骹球专项去考嘛，啊你无可能我入来了，我去拍篮球，我去游泳，毋是一定爱摕到一个骹球的这个毕业的这个专项，所以伊这个教练就等于讲，伊掌握到你会使毕业无？升数贷款，对，升数贷款。第二就是因为咱台湾是一个体育班的制度。咱的什么生活啦、训练啦、大拢大做伙，等于你所有的物件，你要出去外口，你要放假无，拢一个人控制。类似军事管理。敢做兵共款啦，嘿，这爱就是团体生活，爱在内底甲你控制。啊，第三就是讲，伊这个老师吼，因为伊是教授，伊阁是教练，吼。啊，你的这个学分嘛伫伊遐，你的生活嘛是伊管，吼。啊，你练球嘛是伊管，伊的权利甲你。本身是无对等的，伊要对象较好，伊嘛是讲我对很多学生很好啊，啊有嘛足侪学生甲教练出来讲哦，周老师人袂歹，因为伊足大的权利嘛，伊若对这个好，啊当然嘛足好，啊伊若要对这个歹，其实伊就会使甲你创治嘛，伊就权利足大的，啊这是咱台湾即卖这个体制吼，啊这个制度吼，有一个足大的问题。但是呢，理想当中的这种学校体制甲这个。对的，这个管理应该是生做什么模样呢？其实正确来讲吼，第一就是讲，咱来像外国，你的学生吼，咱其实是自国小开始就安尼，你甲所有吼练骹球的拢集中起来，集中做伙，啊拍棒球的做伙。但是外国是，你不管你是篮球队、棒球队、什么队，
恁拢是正常的班内底伫上课。人读到大学哦，你像迄 NCAA 内底的选手，伊嘛是即个读经济系的，即个读物理系的，即个读啥物化学系的，啊，但是因拍球的时阵做伙嘛，啊，但是咱台湾毋是哦，咱台湾就是自细汉可能10岁啊，拍骹球的就当做伙，拍棒球就拢管做伙。就敢若中国的少年宫啊，对，这是咱体制的问题啦。但是这个体制内底吼，有好人无？有，嘛是体育班内底嘛，足侪老师甲。我坦白讲，事实讲吼，我对周台英老师吼，我细汉时候我就真甲当做是偶像啦。伊是咱的英雄啊！因为咱英雄啊，咱木兰骹球队吼，周台英老师是一刀用的。伊若讲吼，80年代、90年代呢，亚洲、亚洲来讲吼，查某骹球伊算第一名的。啊，全亚洲是第一名的，伊的身份、伊的地位啦。但是咱袂使，咱来一件换一件来讲啦吼，但是这件代志内底吼，我感觉上悲哀，我上伤心的代志就是讲，像基星因安尼，一个选手吼，要练到大学毕业，伊要练15档，6、7岁都要开始摸球，啊，10岁、12岁，伊头下甲我讲，伊即马为我爱拼斗啊，系啊，你12岁感觉有天分，就开始练到18岁，入去台湾上好的学校，结果你拢无爱踢骹球啊，我感觉这悲哀，因为我。伫网络顶面写过来的故事，就是足侪查某囡仔，伊读大学了，大1、大2，伊就讲我不爱踢骹球啊。咱国家长甲栽培15档，结果伊甲你讲我不爱踢骹球啊。咱是毋是浪费时间？因家己的人生是要怎行伊头前遮拍拼遮努力，结果伊读大学了，甲你讲这个世界遮恐怖。因为我前一阵嘛是收到一个体操队哦，伊嘛是入大学啊。入大学了，伊才发现讲吼。迄大学内底的体操队吼，讲练体操是练无好吼，当场甲肾出血。伊拢讲吼，伊拢无爱练体操。伊讲吼，我感觉台湾的体操较练嘛无效，因为即个环境安尼无前途，伊拢无爱练啊。你甲训练甲国手哦，入去台湾上好的大学练体操，伊就甲你讲，我进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我不要再练体操，因为体操在台湾没有前途。因甲20岁啊，佫用拍的，所以你看，咱即个权利甲即个义务。无正常的对等的情况之下，一定会一直出这个代志。即届是因为这有牵涉到讲抽血，有即个医疗的问题，有即个伤害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但是咱看台湾所有的体育的即个环境内底，无共款的逼压一定会出现的嘛。我叫你做这做迄，可能毋是抽血，但是做别项啊，伊拢甲你强逼啊，你袂使反抗啊。老师叫你做的代志是毋是合理？是毋是会使做？咱无法度甲反抗嘛，咱无法度反抗，你像基星安尼无法度反抗。我要请教基星吼，恁队的管理是大家集中管理，大家住宿舍，每工拢是照时间安排安尼做，还是讲恁有去上其他的，而且周老师嘛无一定逐工会出现，是安怎一种情形？阮是拢住伫咧学校啦，全部的人都住伫咧学校，安尼较方便嘛。因为阮透早爱练下晡嘛爱练，你若是住伤远嘛无方便啦，所以大家拢住学校。一礼拜练6天，拜1甲拜6，阮会拢足常常咧见面的，根本是每一天啦。你讲放假的时阵，有淡薄仔人想要返去厝的，平常时住伤远啊，住伫花莲啊、台东啊，伊想要返去厝的，伊就甲教练请假，敢袂使我返去厝咧一礼拜，教练就甲伊讲袂使，你若是无配合，你就退出。你就退出台湾师范的骹球队，你就莫伫遮读册。所以用你入这个队来做一个花啦，威胁啦，系啊。我唔敢讲威胁啦，有当时为着归队的这英语啦、安怎啦，你要继续安尼，所以恁的管理是老师直接管理，还是透过学制？来甲恁管理，敢有其他，譬如讲一个管理员来配合老师来管理。无，就是咧教练甲阮敢若同学尔，教练甲同学。那一般吼，我所知呢，一般若是外国，是拢有搭一个管理者，可能是运动心理的，可能是运动行政的，有咧做搭配咧管理。真正咧管理的人是一个，毋是。教授本身的管理，所以咱恁无，阮无，恁无吼。那么自去年的11月到今嘛为止，
恁的这个同窗，吼，恁的这个队友啦，还是孩子啦，因即摆拢安怎想这项代志？有人支持啊，啊有人嘛是咧足反对啊，啊上大部分的人是拢无爱出声，无想要搁提起啊，是正是真正足疼的，莫搁讲啊，足艰苦的代志莫搁提啊，所以因为即件代志嘛，甲足侪人讲的，毋若是骹球圈呐，若毋是敢若体育界啊，是全台湾的人甲因讲，你若是有发现淡薄仔毋对，即件代志怪怪的，你着爱出声爱问，毋是像咱安尼拢无问，到最后代志逼空啊，才发现即件代志遮尔大条，阮互人欺负遮尔久，就像阮爸爸摕到迄本调查报告的时阵，伊才知原来恁学校拢咧出即款代志，安尼。我听了心真软啦吼。应该安尼问吼，反对的当初因是咧反对啥物？你讲我吗？反对的迄个人？毋是，我讲因咧反对恁出来讲这话。但是反对的，伊嘛是想讲教练对因足好的啊。稳重如山。一日就是一工的师傅，即世人都爱回报啦，安尼。嘛是有啊，足侪人嘛是搁安尼想啊，讲你莫安尼讲阮的教练啊，阮教练嘛是足好的人，你莫安尼讲。足好的人对，阮拢知伊足好的，伊足敖，啊毋过即件代志，阮就是无要安怎甲你洗面还是啥，无就是对就是对，毋对就是毋对。你要安怎讲，你若是有委屈，你就来甲大家讲，安怎是委屈？即个代志是安怎发生的？你来解说，阮来听，看你是要安怎讲。阮敢会当接受，敢合理，敢是阮甲你误会，那就请你家己来讲啊。刘帅，恁看到这整个报告当中，还佫有啥物？恁要提出就，不管你是人本的立场，还是就一个人的这个立场，你感觉内面上主要爱提出来，互大家提醒，以后恁的囝儿是说，你的子弟，你参加所有的这体育也好，团体也好，应该注重啥物？就我刚听齐生讲，我觉得有点难过，是这样不在报告内，但就是他们有提到说，其实很多来抽血的是，比如说刚刚周老师自己说抽血是他的以前的学生嘛，那这些以前学生其实有些是不喜欢周老师的，对老师是有不满的，但还是会帮忙老师去做这个违法的事情，而且他们自己可能都会有责任哦，所以我会觉得很难过，就是而且他们这些同学被抽血以后，周老师还会要他们把那个受试者费上缴。就是上缴给老师，对，可是刚刚没有讲啊，对，你不是入去你的口做吗？啊，提出来互伊做公积金啊，你救对用啊。啊，佮提出来做公积金哦。对，而且周老师还很聪明哦，他不会自己去收，他会叫学生总务，学生跟他们收，然后用现金给周老师，就是他还知道，就是你要有个白手套，就是不要他自己去收。但是你要提出来，就算讲这本来受册的这个钱。你要提出来嘛，应该要签署一个同意，讲我要捐赠哦，我队来做，安尼这是犯着刑法咯，这是侵占哦。侵占。哦，这是侵占哦。这我唔知恁是法律上有去了解讲这个是侵占哦。所以北检才真的来成立塔治案调查，所以我就会觉得，而且甚至他们除了受试者费都会乖乖上缴以外，然后他们甚至老师还会叫他们自己去抽血清。网络上有那个他们有录到那个影片，就是那个血液拿出来嘛，要分离血清啊，他们是被抽血的人，还要自己去分离大家抽出来的血清，我就觉得。抽一讲了啊，放伫那会这个离心机里内面家己抽。你家己做啦，你家己抽你的血，你的血你家己摕去做，家己摕去分，家己摕去用好。周老师，我可能周老师摕好伊安尼。安尼我可能要拜托你过来解说一下。照你讲，各科会互你这个经费吼，每一个勘站，拢有每一个勘站的费用。我相信当初时写出来计划内面，应该内面拢有这个费用。某一个人爱创这，而且这个做的过程中袂当有误检哦。如果因家都无专业的，若是误检咧，会影响到你这上后尾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对。啊，这个恁家己创，恁嘛是。
边仔摸啊，家己用。边仔摸会做啊，就是像阮爸讲的啊，做学生啊会较认份的啊，较忍耐啊。为虾米？我嘛是想要毕业啦，就是安尼尔。我有看到这个师范吼，师大校长，伊讲2礼拜要尽快完成相关的程序，而且要配合主动依法来救职，反映讲若受测费无收到的证书要确认，一定会完全退互学生，而且第6点，伊讲运动竞技学系大使及专长训练必修课已经有教务学会议来决议，自下学期开始做选修啊。所以其实你算作对恁学校有贡献呐，会改做选修啊啦。嘿，是毋是贡献？那阮们阁毋知啦。毋过即个代志是发生啊，阮是讲出来啊。后摆的人，后面的人要安怎解释？咱即件代志是后面的人的感受啊啦。民警，这只整个内面，你认为，如果咱嘛要爱这个代志，要来回正，你感觉，不管是法律上还是学校，应该做什么管理？我感觉师大这件代志内底吼，伊就是反应伤慢。伊反应伤慢吼，伊可能就是像我头前讲的，伊惊讲伊这个学校内底吼，其实不止这件代志尔。伊若是查落，还是讲我一甲你处罚落吼，比如讲我是周老师，我去用处罚，我就讲伊嘛是安尼，伊嘛是安尼，谈袂了。可能你师大内底若这件代志是有问题。不敢查。对，但是我就讲咱人就是安怎，咱若有病咱就爱一概甲切掉。会疼无要紧，但是你一概甲切掉。第一就是讲，你这个清楚爱紧、爱快、爱合乎大家期待。第二就是你除了这个案件以外，你其他的你是不是爱查？你甲过去这几年的国科会这研究，甲人体有关系，有用到选手的，有用到有讲抽到血的，有讲做这个侵入性的疗法，你拢甲整理起来。一概甲处理掉，你莫明年佫讲什么拍什么球的，佫安尼游泳队嘛安尼，你这回袂了。你规个师大，你家己的信用拢无去。下摆咱上简单的就是讲，你就算讲下摆以前你若踢骹球咱大家目标是啥？就像医生因我就是想要入师大，因为迄是上好的学校。但是你下摆你看台湾拍球的运动的。不，我袂去师大，迄足恐怖的、足危险的。你若变这个印象的时阵，你这个学校要安怎救转来？咱台湾这个教育的这个，算讲这个名声是要安怎救转来？所以你一定爱去做这2件代志。因为这个事件搁咧进行当中今日我只有半点钟35分的时间，要互3位来讲我相信咱还阁有机会搁几点钟来讲上后要1分钟，我要请简同学你来讲，因为内面还佫真侪无清楚的所在，尤其周老师所讲的物件，我是来感觉讲，伊讲要霸凌学生真正太过叮当显然对周老师来讲，我是爱之深，责之切啊！你安怎来看待周老师？你最后要向周老师讲什么话？阮拢同意周老师是一个足牛的骹球员嘛是一个足厉害的教授。毋过即件代志要安怎讲？敢是真的？敢是假的？敢有合法？敢有真正合法？还是根本就是犯罪？阮着爱请检调单位赶紧咧查，法律依法行事安尼。是，感谢3位来到节目当中我希望即件代志，因为师大讲2礼拜之间要做相关的听取，而且法律行动嘛采取。那么希望会当对着这个危机呢变作转机，然后改变一举改变咱台湾这运动界这个不管是惯性也好，心态也好感谢3位，感谢。保障与工人权，保障与工人权。
守护海洋正义，守护海洋正义。外国媒体报道，台湾渔船涉及台外籍远洋渔工，再起民间团体去劳动部抗议。民团指出，远洋渔工无适合劳动基本法，嘛无强制爱保劳动职业灾害保险。致使渔工伫船顶受伤，所无法度得到赔偿。伊嘛呼吁政府修法，要求所有远洋渔船拢爱安装 WiFi， 互渔工伫海上有法度随时求救。在海上的远洋渔工，当他没有 WiFi 的时候，如何打1955来跟劳动部来反映他任何的劳动的这个相关的事务？职业工会建议各大重要渔港爱设救援站，渔港上岸会当随时得帮助。民间团体批评，目前的劳检是等渔船靠岸才检查，根本无法度反映海上工课真实的状况。不管是对于船上的设备，对于安全卫生的设备，还是对渔工的访查，它都是在岸边做的，它完全没有在渔船在海上实际作业的时候来做检查。我们要求，不管是劳动部还是渔业署，都应该针对我们的渔业做正式的、全面的劳动检查。针对这个诉求，劳动部回应，未来继续和各部会做伙合作，去保障外籍远洋渔工的权益。台湾是海岛，远洋渔船的数量那是全球第二，当年的产值嘛超过台票400亿，能力有多强，责任就有多大。民间团体呼吁劳动部，让渔工适用劳基法和职灾保险，保障外籍远洋渔工的权益，也让台湾渔业通永续发展。记者魏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欢迎登来了，甲咱的现场吼。头仔你所看这个新闻报道，就是咧讲外国报道讲，咱台湾对外籍渔工的人权真劣态。那么过去10几档啊，船东啊、船东啦、船公司啦，敢遮弄毒拢无改呢？也是讲卡着啥物代？今仔日咧，咱在现场请到2位，这是宜兰渔工职业工会秘书长李丽华。大家好，我是李丽华。那么第2位，咱的老朋友，苏格奥队独立书店的头家猫哥。大家好，我是猫哥。那猫哥嘛，长期哦来关心着这个外籍渔工啦，吼。他拄仔就讲着，CNN 有咧报道，但是我所知吼，比如讲船只出去，第一内面新闻报道也讲，无这个 WiFi， 无法度敲电话。而且哦，我感觉这内面还佫一个物件，我请李华姐吼来讲我船车，就是讲船头家、甲船东吼、甲雇车这个渔工的这个头人，这3种人无一条龙。啊，伊拄着代志就讲无啦，毋是我啦，是伊啦，是伊啦，是伊啦。到底应该爱查下人啊？爱掠倒一个头。对我来讲吼，我是感觉咱国内的法令吼，无法度完全保护到这个劳工是一个大问题啦。因为这远洋的渔工吼，因无适合国内任何的任何的法令拢无适合。外国敢有这种我本国的法令来保护外国的这个渔工也好，啊来在咱的国际船顶头，甚至我知影，伊这有的是权益船啊，无是咱中华民国的这个船啊，啊咱要安怎来管辖？你对我讲迄个全渔船吼，权益船吼，伊其实迄个船主嘛是咱台湾人啊，应当爱被就是追究责任的。啊，所以要追究的时阵，爱追究这个，因为伊可能讲无啦，我甲做的啊，啊做的我是帮我互伊整啊，啊这是整准的，爱去找迄个整准的人，所以这个事权要安怎来统一，还是讲无，我不管。以后若拄着这样代志，恁3个拢走不了。其实吼，这一个大问题就是咱国内这劳基法吼，无彻底去甲迄个保障着这外劳的这劳工的迄个权益。啊，国外敢有这种例？国外咱无咱台湾遐尼大的迄个军队啊，咱台湾的军队遐尼大，然后出去拢去就是都是拍歹咱的名声啦。你看你安尼去讲。所以李华姐，你的意思是讲，其实国外无这个例讲，以本国的法律来管辖
伫公海顶头所有的行为的这种法令无？唔是伫公海啊，伊迄是咱的船啊，咱的船啊，嘿，咱挂中华民国国旗的船啊，咱都爱管，那是我们的责任，传奇国的责任啊。所以应该爱推动修法是第一站咯。唔免修法，其实即阵的劳基法第3条，都已经把它纳入了。第3条安怎讲？第3条吼，伊就讲适合的适用的迄个行业别，农林渔牧业，渔业也包含在里面，所有的雇用关系都是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是归管到这个劳动部的。所以不应该分给这个渔业署来管，渔业署伊管渔业的，伊来管迄个劳工创啥？我所知渔业署吼过去也有派这个成员，这种人就是讲，我爱上船来给你监督，这敢有普遍？观察员啊，观察员敢有真普遍？我跟你讲，这个观察员哈，就是球员兼裁判呐，球员兼裁判，对，这安怎讲？因为这观察员哈聘雇都是中华民国对外渔协，这个对外渔协收回来的成分是船东，还有渔业署的人，所以我派你去这只船啊去检查，你敢检查出啥物无？唔敢，因为你的薪水船东出来。哦，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坎，这也是一个坎啦哦。对。我要先请教毛哥吼，因为你长期啊，一个东北看这，然后看起咱节目就知吼，毛哥是长期性跟因接触吼。但是因的船拢是近海作业吗？近海，东北角拢近海较济。啊，你认为近海作业有这种问题无？近海较无，因为船东甲渔港的生活较密切，而且较有台湾人伫行大伫看。啊，若出代志啊安怎？渔港的迄个渔庄的人，较会去谈论、去讲、去风声，啊，较会去接近好处理的方式。所以近海的问题较少，但是嘛是有，比如渔港若讲伫船仔顶掘倒，手着伤，嘛是捌断3节指头啊，啊有时啊嘛无该处理，无处理好安尼，嘛是有难免，但是较少。但是我知影你也有去过苏澳吼，嘛有咧关心吼。你在你的看法，你认为吼，因为这个环境结构吼，老实讲是真复杂。吼，这阵。可能立法者也感觉无复杂，这个真简单，你就是劳动部，你就要出来管理就对啊啦。但是吼，我知影这个议题有10几档啊啦，是安怎劳动部就迟不敢出手？你认为呢？有时啊是变成讲吼，一个利益的冲突，因为渔会的人，甲算讲嘛，算咱定政治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部分。咱一般人讲渔会是嘛是偷人啦，庄脚文化，所以你讲政府伫推动这个物件，咱讲若较透明，就会较紧进步。但这个部分就较难透明，因为这个庄脚文化来讲，咱中央的部分还是地方的县政府，伊较袂讲去强制去监督。啊，这个进步就会较慢，因为这牵涉到咱自古以来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关系。啊，你是摇头还是讲无？当然是摇头，因为我有一粒药啊，要甲互食落去就，马上服用马仔就好。当然是摇头，因为这个部分变成讲少数的渔民，就会使控制到一般较普世价值的原则、甲精神。这是倒摆过来。照你来讲，你讲即摆咱法治民主的国家，爱看较侪人的多数人的意愿、甲想法、甲利益。但是伫渔业这个部分呢，主要也是拢控制伫咧渔民的手头，啊，伊的规定甲伊的规个运作，拢控制伫咧少数的渔民内底。我必须来替这个渔业署，或者是咱，譬如讲高阳啦吼。因后开始，因为不管是啥物理由啦吼，开始甲即个
渔工吼，也去即个西营区的所在啦，做即个暂时的住所啦，如此这般啦吼。但是慢慢一步一步有咧改进吼。你话即你认为即种代志是安怎会遮慢会当来推进？而且其实像即个 Greenpeace， 因是各关各去啊美国去啊，吼嘛有军党来出来甲因协调啊。哪会安尼进步这慢？我会跟讲，其实无进步啦。伊这种做好看的尔啦。你看迄高雄遐，渔港遐做起一间遐尔大间的迄个所在，你讲渔港带入去无？带袂入去。安怎讲？爱收钱啊！伊带船仔顶免收钱啊！伊去带海爱收钱啊！伊即阵标出去给一个让迄个商业经营的方式，所以对渔工来讲，迄对因无啥物好处啊。哦。南方蚵仔遐嘛是一间啊，即阵嘛是。南方蚵仔遐嘛一间嘛，我会记。对，迄即阵嘛是蚊子馆啊啦。迄嘛是爱收钱的。伊即阵标袂出去啊，因为无人要来标啊。无人要来标。对，伊整理好了后，伊找阮去参详吼，我甲伊讲绝对袂用收费。因无法度收费，恁若无收费，人啥物来标？就像即个戆的，才有咧做这种工作。但是来在你来看，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是爱资本去运作，人要来做这个势头，就是爱有收入。这要安怎运用 NGO 的团体甲社会这力量来共同来造成社会进步呢？应该是爱伫细渔港开始做。以前咱一开始用大渔港，想讲安尼较明显做出来有一个成绩。其实这个代志应该是倒摆过来，爱伫细渔港，开少少的钱，一个模型出来，才豆豆变搁较大渔港，搁较大，搁较大，搁较大，安尼比照办理。爱伫细渔港开始，像阮澳底基督社5年前开始成立，即马淡水、深澳嘛拢开始。这都是伫细渔港开始进步，互做参考。你变动慢慢变动，人较愿意，渔会也较愿意，渔民也较愿意。无你雄雄甲我讲一个介理想的物件，雄雄我嘛会感觉反抗。所以应该是爱伫细渔港开始伫做。这个进步咱嘛要甲肯定，伊若有做，咱就爱甲肯定。譬如讲，咱若电视台节目也甲网络，嘛爱甲讲甲学咯。像我伫细渔港来看，这个进步是有，是有影较慢但是有。那立法者你认为咧？但这个路径，伊若咧细渔港做，国际看袂到啦，伊袂去做啦。对，所以伊要做一个较大，互大家看。如果咱若针对譬如讲苏澳，这个要渔港西城区要带上，高雄的是兴达嘛吼，我会记是兴达港。无迄个前镇。对，即个镇定吼，这两所在要安怎处理？你认为咧？我互因已经互渔业署足侪建议啊啦，因为我去政府的预算设落去，已经80外亿啊，迄个无够。我互伊的迄个意见是讲，因为我去苏格兰遐，我有去看因的迄个渔港的迄个大的所在。因用个选择，你要去住岸上居住，还是要去住船仔顶，拢会使。你若要去住岸上居住的话，因有一栋大楼，你就去迄个房间门口遐，你就写你的名，你要当时住到当时，你就去遐住，免钱，嘛会晓食，吼。咱食也免钱，免钱，迄拢。还是Scotland 的政府出来？毋是，迄是一个民间团体，民间团体啊？无，毋是。这民间团体，伊会去甲迄个雇主收钱，会甲头家收钱。伊就一个月看你住偌久，伊就去甲头家。所以爱甲头家收钱。对。所以主要还是出一头家。对。准头家。对。这照顾劳工是因的责任吗？所以要说服这个头家来出这个钱。毋是要说服伊规定，因为那个渔工的薪水足低啊。所以是廉价劳工给他用了，所以他必须要负起雇主的责任。所以就是爱叫准头家来出这个钱。对。伫台湾这个部分，目前是
会使讲是无可能啦，因为我家己做头家也20年啊啦吼，这人性嘛，我会使省就省啦，尤其台湾的渔民啊，较剽悍啦吼，应该世界嘛是啦。最后就是讲这个部分，有影爱政府出手爱去规定，啊无头家做这头的一定是成本愈加愈好，人会使免开这条钱，就尽量免开。所以政府爱出手，啊只是爱学西方的方法，也是安怎嘛无一定。咱配合咱家己台湾的文化，渔业署、渔会、政府三方面，劳动部看要安怎甲船东、头家，甲甚至讲甲渔工会使参详开会，因为咱的基本薪资，即马基本的薪资也袂歹，是毋是会使讲渔工这个部分，尤其是咱这个近海的部分，渔工嘛会使出，譬如说用陆钱的、土币的，少，人讲象征式的，这属于咱台湾的方法嘛会使，嘛不一定讲爱抄西方的。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立法者啊，你听看卖哦。咱一般是咱，譬如讲家内还是来做看护的这个渔工吼，因拢有交一笔啊，雇主啦，吼，拢交一笔叫就业安定基金啦。啊，这个渔船的渔工敢有？沿近海的有，远洋远洋的无。远洋的无。啊，远洋的扣袂到，是因为法令不足，还是讲这个船东歪出这个钱？伊就归属于渔业署的，渔业署无伫收这个，无伫收这个就业安定基金，是劳动部伫收。啊，我会提这个，就是讲，真侪代志拢对这个就业安定基金会当来处理啊。对，所以咱这个渔工有当做这个什么？原来一家人，啥有诶无？我头一摆这节目，头一年的节目就是我主持的，我就知。伊都哦，迄钱真济咧咯。对。这个钱啊，拨一点点利息钱来做这，应该是做得到。我跟你讲，迄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安怎讲呢？因为这个就业安定基金吼，都是你去外国请一个外劳入来，咱国内的劳工就欠一个开阔的机会，所以要补足这个国内的这个就业劳动市场。所以呢，这个因为国外进来的劳工的薪水较低，所以就是廉价劳工给你用，然后你要缴就业安定费。就是这样子，所以羊毛是出在这些外籍劳工的身上，对。所以你认为正本清源就是爱提升因的薪资？对，当然，那个就是严禁海的已经符合基本工资了，但是阮以为哈，要550块，这万通块啊，无够这个国际这个基。是安怎？有法度讲我样的我无爱纳入？我跟你讲，这阵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用双轨制啊，就是渔业署去管远洋的啦，跟全渔船啦，这个在法律上面就已经行不通了。这可能观众朋友较无了解这个。好，你讲我清楚者。远洋哈，就是伊是一个作业方式啦哈，啊远洋的哈就是归管由那个渔业署来管理，啊那。近海的呢，就是劳动部，伊拢适用劳基法，还是国内的法令，所以这个阮以为无人管，我就讲伊是海上孤儿。那是照法令来想吼，法义来想，就是讲你挂中华民国国旗的，就是我的领土。对。你必须要适用我一体适用我国内所有法律，应该是安尼吧，毛哥。但是这个部分嘛是爱时间，嘛爱做一寡。咱讲公听会也是一寡研究，吼，因为一定嘛有准主、雇主一定会去外国注册伊的船啊。虽然伊的国籍是台湾籍，但是伊的船啊是外国的啊，一定会走这个空芳，所以嘛是爱时间，但是总归一句，慢慢爱去对这个印尼政府的谈判嘛爱，敢是立法者啊，敢是。印尼政府敢有真配合？我不管是人的政府安怎啦，反正咱人来到家，咱都要讲照顾啦。如果这么保守的这种说法再继续下去的话，美国它的那个欧盟再发黄牌、红牌都有可能啊。
那这个渔获输不出去啊，那个时候就不用再讲说我们去告洋状还是什么了。所以美国的那个边境管理局，他们也发了暂扣令，我们的渔获卖不进去啊，然后我们也出不出去，到时候会觉得。